架維修，懷疑匪徒係由棚架爬上去，潛入屋內犯案。日本文化廳營運嘅國家文化財產網被黑客入侵，網站嘅中國國旗同埋寫上釣魚島是中國的，網站已經停止運作。係嗰個女人家唔應該咁行。係咯，黐線嘅。真係喺車頭嗰度行出嚟。係咯，兩個巴士中間行出嚟嘅仲要。係啦。真係寒啊！表示唔上訴。中央電視台又播出王立軍上星期二喺審訊期間向法庭悔罪，表示對唔住，又話會以餘生嚟回報同彌補對組織同關心佢嘅人所造成嘅傷痛同遺憾。法院裁定，王立